字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猛將興非凡時刻內蘭震撼人心快啊！外邊啊，銀刺勇士走上去啊，第5位咁啊有紫色衫暴風影啊，咁外邊位置係綠茵明珠啦，內蘭大約跟住個第6、7位度啦，有高明豐盛啊，後邊嗰幾匹馬有鬥志眾星呢就尾4啊，尾3黃衫牛精新星啊，後邊嘅一隊深紅紅啦，暫時殿後係光輝所願嚟㗎，開始轉緊彎中間添啦，前面放嘅話就銀刺勇士嚟㗎，暴風影響外邊嘅第2啊。第3位咁啊埋邊啊震撼人心啦！第4位紅衫白帽啊猛將興啊！外邊第5有綠茵明珠啦，內蘭黑衫橙帽高明豐盛啊！黑衫呢咁啊白帽有非凡時刻攞出去噶啦，深紅紅響外邊啊，拱埋一隻牛精新星亦都一齊出埋去㗎。最後300零米啦，銀刺勇士埋邊鬥緊外邊暴風影啊！中間位置有猛將興追啲啦，外邊啊綠茵明珠啦，埋邊位置仲有震撼人心啊！大外檔嗰邊呢仲有深紅紅啊！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銀刺勇士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啊！暴風影響第2位啊，埋邊震撼人心。中間位置仲有猛將興，接近終點，銀刺勇士放到啦，跑第2名係暴風影啊，第3名入邊係震撼人心，外邊呢咁啊仲有呢隻綠茵明珠啊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日放嘅馬都幾犀利啊！銀刺勇士擺咗喺前面走，貼咗欄一放到底啊！暴風影就第2，第3名呢好近喎，埋邊震撼人心。外邊呢係綠茵明珠，需要影相。銀刺勇士，哇！方家柏82分鐘入多一球，緊要咯！跑第2名就暴風影，震撼人心，巨額過關啊，保住個位置嘅應該啊。想話冠軍馬放贏啊！真係。頭先我都有諗過啊，係咯，冠軍連馬師今日都好似冇乜點。大熱暫時係5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，快少少外欄嗰邊喎，咁啊有灰馬嘅紅日社啦，精彩福星啊大面箍走埋上嚟㗎啦，外欄紅眼罩有價值傳承藍衫第4位呢，仲有標廠傳奇啊，黃帽綠衫勝萬金啦，入邊大面箍紅衫仲有幸運堂啊，追入黑衫武林寶典啊，後邊嗰陣啦，馬林裏邊橙衫啊騰龍四海，藍眼罩黃衫英雄豪傑啊，紫色眼罩勇冠群英啊，後邊嗰4匹馬團結勇士啦，咁啊仲有呢隻定風波啦，會長之寶暫時殿後係米奇嚟㗎，跑咗接近一半嘅路程啦，佔先嘅話外欄位置係精彩福星啊，入邊勝萬金啦，中檔位置仲有幸運堂啊，後多浸啦，入邊武林寶典啊追咗啲，中檔位置呢仲有騰龍四海啊，最後200米外欄位置佔先係精彩福星啊，中間幸運堂開始上嚟，入邊仲有勝萬金，最入嘅位置就係呢隻會長之寶馬林裏邊團結勇士衝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團結勇士喺個馬林中間穿閘而上贏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好接近嘅喎。中間有幸運堂，咁啊入邊係會長之寶，外欄5號係精彩福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團結勇士馬林中間穿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捧走粵港杯。第2名係幸運堂，第3名呢好近㗎，外欄位置精彩福星，入邊會長之寶。團結勇士贏過你幸運堂1次，今次贏你第2次。鄭俊偉呢一邊好緊要啊！恭喜晒鄭俊偉，畢業啦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上迎內欄相當快啊！中間挺秀宏利，出邊紫色眼罩呢就係呢隻線路萬里啊！中間第4位嘅標誌無限啦，外邊粉紅衫進佔第5呢，咁啊仲見到馬匹有呢隻就龍之月嚟㗎，內欄黑衫粉紅帽美麗大獎啊！後多層嘅馬啦，佳運發淺藍衫出邊龍城強將啊！內欄咁啊藍眼罩大約尾6到啦，有元宇宙啊！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呢隻智勝攻略、奧華發發、盈利威風啊！尾一開心旺財，殿後黃衫係男神嚟嘅喎。好啦，轉呢個呢就係香港體育院灣啊，前面放呢就係呢隻馬上迎添啊，跟住第2位有挺秀宏利啊，第3位外邊粉紅衫呢就龍之月啦，內欄第4有標誌無限啊，中間第5就線路萬里啊，落去咗個零兩個馬位，第6位有美麗大獎慢慢移出去中檔嘅，揈出去外邊有龍城強將啊，後啲先有佳運發啊，元宇宙智勝攻略啊，最出嗰隻呢就男神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挺秀宏利就透出咗，埋邊馬上迎啊，中間標誌無限上緊嚟啊，外邊位置仲有龍之月啊，大外檔男神亦都展開凌厲衝刺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透出嘅馬永挺秀宏利，但係外邊男神相當勁啊，中間仲有美麗大獎，外邊呢仲有龍城強將，接近終點由8
包尾外邊衝上嚟，男神贏啊！美麗大獎第2，第3名龍城強將，第4名係開心旺財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男神咁啊，都係縮咗喺後啲嘅位置，曾經試過去包尾啊，轉彎大外檔，咁啊結果贏起上嚟相當輕鬆啊！美麗大獎第2，龍城強將第3，開心旺財跑第4。男神啊，哇！大外檔真係如飛殺上啊！一轉倉即贏，攀翻平先。今日沈集成86分鐘，跑第2名就美麗大獎，龍城強將第3，開心旺財第4。咁啊，早段呢都有足夠嘅步速俾佢末段爆上嚟嘅，因為早段啲8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少少，大白鼻梁嗰隻同樣世界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內蘭位置君達德啊，中間有龍澤飛區，外邊啊嘉應巨星啊，第4位外邊睿智多寶，內蘭第5粉紅眼罩呢，仲有超拍檔啊，第6位橙衫係呢隻部族高手嚟噶，再喺外邊紫色衫戴面箍俾人頂咗4搭喎，幸運威龍啦，中間黑衫呢走咗上啲呢，仲有隻賢者威風啊，內蘭大約尾6到啦，有紅帽嘅富裕君子啦，尾5外邊黑衫係精彩啊，尾4黑衫黃帽呢就進步贏啊，內蘭尾3就同樣世界，外邊呢仲有勤得天下，殿後嘅馬匹係爆出美麗嚟㗎，接近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係睿智多寶嚟㗎，咁外邊壓咗入嚟啦，幸運威龍啊跟住個第2啊，第3位嘅馬有君達德啦，內蘭第4粉紅眼罩嗰匹呢就超拍檔啊，外邊黑衫綠帽有呢隻呢就賢者威風啦，中檔位置淺藍衫係嘉應巨星啊，內蘭紅帽呢咁啊大約跟住個第7位到啦，有龍澤飛區，中檔黑衫攞出去外邊啊就精彩，緊隨其後嘅馬呢仲有勤得天下，掟到最出嗰邊係進步贏嗰啲馬，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係君達德嚟嘅，外邊戴面箍紫色衫呢，咁啊一路拍住上嚟挑戰有幸運威龍啊，埋欄位置有睿智多寶，中外檔冚嘅馬就精彩，出邊仲有2隻勤得天下同樣世界，最後100零米君達德佔先，幸運威龍外邊一路追緊佢，中間有精彩，外邊勤得天下接近終點，中檔穿上嚟贏係精彩啊！跑第2名幸運威龍，第3名呢好接近嘅呢個第3就外邊係勤得天下，入邊係君達德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精彩到終於拼出頭來啦！第2名嘅馬幸運威龍，第3就近嘅外邊係勤得天下，入邊紅帽係君達德，就需要影相。一再話佢破格，3歲海洋公園嘅子嗣今場跟前咗好多啊！布文喺度贏馬，跑第2名，兜咗個大彎啊，全程外碟幸運威龍啊！3、4名好近，入邊就君達德，出邊就勤。黃旗舉起，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快閘嘅馬中間阿基拉啦，一騎絕塵啦，外邊仲有3寶進財啊，出邊仲有2隻噶，滿心星最外邊就不同世界5隻馬拍住喎，後多浸嘅馬啦，中檔位置大約跟住個第6啦，就細水長流粉紅衫活力拍檔內欄呢，紅衫黃帽就一生好彩啊，後邊嗰6匹馬立百川元朗精英啊，尾4有高山神區啊，尾3白衫紅帽就星環啦，殿後嗰2匹馬北斗福星暫時包咗落尾呢，係泰力嚟嘅，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不同世界呢就響外邊，埋邊就滿心星，2隻馬呢就擠得咗大約個幾馬位喎，一騎絕塵啊，跟住個第3馬，第4外邊有3寶進財啊，第5位阿基拉，外邊第6細水長流啊，一路響出邊黑衫紅帽呢，仲有隻立百川啊，內欄紅衫黃帽仲有一生好彩啊，中檔位置粉紅衫嘅活力拍檔啊，後邊嗰5匹馬北斗福星元朗精英啊，尾3係高山神區啊，內欄尾子紅帽呢，咁啊有呢隻星環啊，咁啊爆尾入直路係泰力，亦都掟出去外邊嚟衝噶啦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一對放，咁啊埋邊滿心星啊鬥緊呢隻不同世界嘅時候啊，中間位置3寶進財就開始推進啦，外邊立百川上緊啦，出邊冚有北斗福星活力拍檔，亦都攞出去外邊衝啊，響入邊等緊位一生好彩嚟噶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立百川鬥緊外邊活力拍檔啊，內欄嗰邊呢仲有一生好彩上緊嚟，仲有呢隻呢就滿心星，最後100米到一生好彩埋邊揾到個位捐咗上嚟，外邊拍住一齊都有活力拍檔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北斗福星響外邊埋邊係滿心星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相當接近噶，埋邊等咗好耐位噶啦，一生好彩等到噶啦，活力拍檔壓咗出去外邊粉紅衫一齊到啊，第3名
外邊追上嚟嘅馬係北斗福星，第4名係滿心星。好近喎，真係要影相喎！睇下廖康銘都可唔可以追翻球喎？一生好彩大活力拍檔兩隻同步壓落去嘅，北斗福星係第3，滿心星係跑第4。係咪入邊稱先多少少呢？啊，不過真係要讚下布文，佢喺入邊報咗好耐，等咗好耐。係咪一人一場啊？一場3班1,200，全熱門係2。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內欄快閘喎，有呢隻撳住贏啊！數出嚟中間關鍵所在財將啊，外邊63飛龍在天，第5位智勝一籌內欄，第663有馬達啦，出邊愛馬線啊，藍衫藍帽嘅藍衫粉紅帽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仲有多威心得啊！後啲嘅馬匹啦，無敵好馬天馬行運啦，尾二啊金金小子暫時殿後係賢力寶嚟㗎，過呢個800米段柱啦，前面放隻飛龍在天啊，咬住第2位嘅馬呢，就係嗰隻撳住贏嚟嘅喎，第3位外邊嘅關鍵所在啊，財將啊第4，第5位埋邊黃衫有智勝一籌，出邊愛馬線啊，粉紅帽大約跟住個第7位啊，中檔位置多威心得啊，走入去有馬達，走出去有天馬行運啊，後呢個馬匹無敵好馬金金小子掟大我當賢力寶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佔先仲係飛龍在天啊，中間撳住贏開支上嚟啦，後多層嘅馬啦，中檔位置有關鍵所在馬達大外檔，分別有無敵好馬同埋賢力寶一齊上緊嚟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撳住贏馬達。率先上嚟過佢，出邊位置有無敵好馬，咁啊外邊呢仲有隻賢力寶入邊捐上去金金小子，馬達贏出呢場賽事，金金小子第2，第3名嘅馬係撳住贏啊，第4名就好接近啦，埋邊位置天馬行運呢，似乎個機會高啲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馬達翻嚟沙田呢，一樣都冇問題啊，北半球馬一路進步啊，埋邊喘上嚟跑第2係金金小子，撳住贏第3。天馬行運跑第4，田泰安食個尾糊，今日都起碼幾好成績添啊！馬達啊，跑第2，金金小子撳住贏第3，天馬行運跑個第4。咁啊，相當唔錯啦。咁啊，轉翻嚟呢一個田草啊，都一樣冇問題。馬達，所以又係啦，又係啲不明物